2026年大市展望，美股等炒底，白銀邊個會出大事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Keep 肚通勝》咧，2026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拎到咧，可以 join Patreon 嘅。咁今日係2025年12月30號啦。咁聖誕又玩飽食醉啦，即係有啲人又話我普通話難聽，咁呢集就唯有講返廣東話啦。第一個話題咧就係2026年咧邊個大人物咧會出大事？咁話說朋友琴日咧就問我啦，咩八字嘅人咧明年係大機會出大事咧？咁我就話新強嘅火人咯。咁朋友就話咁咪 Winnie the Pooh 咯。咁我相信大家答案都呼之欲出㗎啦。咁不如講下，如果新強有比劫旺嘅人咧，即係會點啦？佢嘅運程，咁可能有好多宏圖大計，咁但係咧多數都係諸事不順，咁做嘢咧好難成功嘅。咁可能你出咗10分嘅力咧，可能得1分嘅收穫嘅啫。咁我今日仲聽到個 case 咧，就話有生癌添，咁啊希望吉人天相啦。咁第二件事咧就係白銀咧，真係好誇張啊！由今年最低嘅29蚊啦，升到12月嘅最高嘅84蚊，咁差唔多就升咗成2倍嘅，咁真係令好多人咧就跌晒眼鏡嘅。但係我嘅投資嘅 rule number one 咧就永遠都唔會追高嘅。咁我只能夠話咧，如果2026年真係美股熊市或者係環球熊市啦，OK。咁我相信大宗商品咧都會有回落嘅，咁大家都要謹慎投資。咁第三啦，嗱，其實納指去到12月底咧都已經係見頂嘅啦，我相信。咁而我相信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都會有震盪嘅，咁大家咧即係等住炒低嘅機會啦，即係到時再炒 PLTR 之類啦。咁只能夠話咧，2026年咧係越有耐性等待嘅人咧，就係越唔會即係蝕錢咁樣嘅。咁希望大家都賺多啲啦，2026。